是。哎呀，我的眼睛！哎呦，哎呀！好啊！万米高空的哪来的小孩啊？来，赶紧把他给我抓住！他们怎么回事啊？啊！他们中了我的玛丽玛丽后，金钱定身术。定身术？我可是小财神，就凭你们几个笨手笨脚的凡人，还想抓住我？告诉我，你是怎么上的这飞机？无以之辈。好玩！晕呐！你怎么会出现在我的私人飞机上？顾总最讨厌小孩了，居然会抱他！这个帅哥满身财光，好香好香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晶晶，金银财宝的金。顾总居然笑了，我好多年没看到他笑了。大帅哥，你身上有一个小坏蛋，我是来抓他的。小坏蛋？就在你肩膀上。吱吱吱吱，这只土宝神又偷偷下凡，专门吸食财运为食，我要把他捉回天庭。你说什么？你最近是不是很累，胸口堵得慌，到晚上就睡不着？他怎么会知道？这是土宝神佑吸食你的财气，即便有万贯家产，也会保不住。你的意思是我被窃取了财运，可我什么都看不到。你少在这儿妖言惑众！闭嘴！顾总，你不要听他的，这来路不明的野孩子，我自有分寸。金金，你有办法帮我吗？当然有。神兽归位。嘿嘿嘿嘿，晶晶终于收回一只在凡间作恶的神兽了。好像身体变轻了，整个人轻松了很多。看来这个小孩不是寻常人。你身子弱，财气重，容易招来横祸，最好……不好了，飞机右侧引擎着火了！郭总，飞机左侧的引擎也着火了！什么？备用的降落伞也都不见了。看来是有人想让我死在这儿，不想让我回国。这怎么办呢？啊！难道我今天要命丧于此？别怕，有我在呢。老大老二，快来救我！啊！龙！这是老大老二，带我们下去！这是龙？世上居然真的有龙！我看见龙了！这是金龙，是天地间最为珍贵的祥瑞神兽。他们是你叫来的？对呀，我可是他们的大姐大。顾总，我们安全的抵达了。今天的事，你们一个字也别往外漏。是。金金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你饿了？刚刚施法过度了。愣着干嘛？准备吃的呀。是。好吃。慢点吃。这些都是你的。哎呦喂，这姑奶奶！金金，你救了我，想要什么报酬？晶晶喜欢金银财宝，还有好多好多好吃的。好，那你认我当爸爸，跟我回家。什么金银财宝、山珍海味，应有尽有。
哪，顾总居然认女儿了！赶紧上菜，快上菜！没看见小姐没吃饱吗？真好吃！金金，以后你就是我女儿了，没人能欺负你。爸爸真好。慢点吃。看来您真是喜欢这孩子。有你什么事儿？好。顾明渊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明渊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妈，怎么了？哥，你的飞机不是出意外了吗？妈，是出了点事儿。飞机事故都没整死他，真是命大。有人在我的飞机上动手脚啊？不会是你吧，弟弟？不会是你吧，弟弟？你想害死我吗？哥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出去，都出去！出去！快点！明渊，别这样。利奥虽然是捡回来的养子，可也是你弟呀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是亲生的，哥哥会怀疑我，很正常。哥，我听到你飞机失事的消息的时候，整个魂都吓飞了。对不起哥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人身上浑身黑气缭绕，是个极恶之人，肯定干了不少坏事。爸爸的气场就很好，一看就是大善人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，哥？哥，你放开我，哥！行了，别吵架了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别让我找到证据。妈，他还污蔑我。你们就别吵了。哎，这是哪家的孩子啊？妈，她是我刚认的女儿，金金。什么？你都有女儿了？奶奶好，晶晶给您拜个早年。明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不喜欢孩子吗？妈，金金她不同。有什么不同的？让你和京圈4大家族的千金相亲你不去，随便捡了这么个野孩子。奶奶，我给您捏捏腿。这孩子还挺舒服的。奶奶，晶晶没有家人了，晶晶就想着永远陪着你。哎呦喂，孩子，快上来坐。妈，这外面捡回来的野孩子，迟早是个祸端，赶紧把他赶走吧。你不也是捡来的吗？你们在聊些什么？兰姐啊，哥在外面捡了个野孩子，就要认女儿。明渊，外面的野种也配进顾家的大门？这不关你的事吧？注意你的口气，我可是你的大姐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别吵了。还有你，坐下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头顶黑气，奶奶可能活不过今天了。天眼看，奶奶的肚子里藏着一只金蝉。妈，你没有按时吃药吗？儿啊，我觉得时日不长了。妈，你别说这些，我马上联系最好的医生团队。儿子，妈知道你孝顺，可我这心脏病啊，无药可治了。妈，你走了，我可怎么办？我也要随你一起去。哎呦，你呀，别操这个心了。奶奶，晶晶也不想你有事。我去，这小贼比我还会演呢。乖，奶奶不会有事的啊。这孩子真是怪可爱的。奶奶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奶奶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姐姐，你能治好我妈吗？
那当然。金金啊，奶奶知道你的好意，可是我这病无药可治。妈，这次飞机事故就是金金救了我。还有这事儿？奶奶，你等着吧。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金金，我妈怎么会吐出这种怪物？这是偷偷下凡的金蝉，她为了吸取财气，总是干坏事。进来吧，金蝉。爸爸，搞定！这小鬼头是怎么做到的？妈，您没事吧？啊，还好还好。妈，快叫医生！快去叫医生！快！这下可好了，你是国内最好的医生，我妈到底怎么样了？顾总，老夫人已经断气了。什么？老夫人已经断气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顾总，请节哀顺变。妈，不！看你干的好事，就是你把这个灾星带进门，害死我妈的！哥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就是这个小畜生，是他害死了妈。金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爸，我这是在救奶奶。来人，把这个小妖怪给我拿下！别伤害金金，人是我带回来的。金金神通广大，就是他在飞机上救了我。你闭嘴！你没有资格说话！你害死妈妈的事情，我会调查清楚。至于顾氏集团，就先交给烈鳌管理吧。知道了。谁说奶奶死了？她还活着呀！你说什么？你还敢乱说？陈医生都说了救不了了。金金，你说奶奶还没死吗？是的，爸爸，你相信我。念动，凭空取物，来！我去，他从哪儿弄来的汤？服下这火凤龟针汤，10秒后，顾老夫人就能醒过来。10秒后，顾老夫人就能醒过来了。金金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他这种鬼话你都信？顾明渊，你相信这个小孩？爸爸，金金没有骗人，连医生都说我妈没救了，你还在拿我妈开玩笑！我今天就要让你付出代价！姐，你冷静点。你疯了吗你？你还在护着这个小畜生？是真的。金金已经把奶奶的命劫清除了，如果不这样做，她肯定活不过10天。3，你个小畜生，还在这胡言乱语。2、1。妈还是没有醒过来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为什么奶奶还是没有醒过来？你还在这里一派妖言！我早就说了，这小妖怪来路不正，赶紧把他押下去，严加审问。好，走。爸爸，金金，顾明渊，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反省吧。
哥，顾氏集团我就替你先管理了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妈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我还活着。妈，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明渊，我感觉身体好多了，胸也不闷了，也不堵了。太好了，是金金救了我，他人呢？金金有危险！你在哪儿啊？你们两个坏蛋想要对我做什么？说，你来顾家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晶晶喜欢爸爸，晶晶要和爸爸在一起。姐，你和他浪费什么时间啊？这个小妖怪，害死了妈妈，今天就地处罚吧。晶晶是下凡的小财神，你们不许欺负晶晶！他的泪水变成黄金了。闭嘴！你这个小妖怪，你是小财神，我还是玉皇大帝呢！你们欺负晶晶，会遭到天罚的！这大白天怎么会打雷呢？不就打雷吗？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今天我一定要为妈妈报仇！给我去死吧！住手！住手！快叔叔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你居然好大力气！你不是人，你是妖怪啊！晶晶是小财神，天生神力不是很正常吗？你说什么？晶晶，晶晶，你没受伤吧？爸爸，我好着呢。金金，妈，你没事啊？妈没事，是金金救了我。没事就好，还以为你被那个小畜生害死了。住嘴！不许你这样说金金。从今天起，金金就是我的亲孙女，也是我顾家的掌上明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李敖，你刚才怎么对待金金的？妈，我刚才就跟他开了个玩笑，帮你教育一下他。你当我瞎吗？金金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？妈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别再演戏了！顾里敖，你既然犯了错，那就家法伺候。来人，上家法！哥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奶奶，什么是家法呀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顾家出现伤害亲人者，重打50棍。50棍？哇！妈，那李敖他从小身子就弱，50棍的话会要了他的命的。对啊，妈，你再给他求情，也一起打。我就随便说说。愣着干嘛？动手！别管，别管！哎呀，我的盆栽！哎呦喂，我养了10年的宝贝盆栽呀！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小心的。你知道我这盆栽我花了多少功夫培养的吗？完了，这盆栽是妈的心肝宝贝啊！李敖，
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妈，奶奶，我可以救活他。你说什么？金金，别乱说话。晶晶没骗人，你们看好了。万物归位。哎呦喂，真好了！奶奶别急，还有呢。嘿，这盆栽居然结金果了！恭喜奶奶结金果！新的一年，祝奶奶顺风顺水顺财神。他这是开出了发财树呢，真神奇呀！金金，你太神了！妈，他就不是人，这太不科学了！闭嘴，吓到孩子了。金金能带来福报，他是顾家的小福星啊！妈，你可别被这个小树人给骗了呀！金金现在是我女儿，再敢说她坏话试试！哥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我就说金金是福宝，专门来带旺顾家的。嘿嘿嘿，晶晶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姐，你怎么也……晶晶救了妈妈，肯定是个好孩子。但晶晶啊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没事的，姑姑，知错能改，善什么来着？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嘿，真好，晶晶，你以后也是我的乖侄女了。李敖，接受家法吧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要！我错了，妈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你们都被他给骗了！老夫人，武士棍罚完了。好，带回房间服药吧。是。活该！谁让你欺负晶晶？小兔崽子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奶奶，这几天您一定要静养。金金，奶奶问你，我刚才为什么会断气呢？您吐出金蝉后，身体太虚弱，所以进入了假死状态。原来如此。但喝了我用千年火凤熬制的归真汤，奶奶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。千年火凤？你是说你那碗鸡汤是凤凰煮的？没错，火凤可是好东西，千年才能养出一只呢。什么？奶奶，您快回去休息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你啊，金金。奶奶，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明天见。爸爸，我发现有人想要害顾家。金金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土宝神佑和金蝉这些神兽，应该是有人故意的投入顾家，想加害你们。什么？这么阴毒的手段，难道是顾里敖做的？爸爸放心，有我在呢。那金金，现在房间里面还有神兽吗？让我来找找。天罗地发，小财神急急如律令，神兽追踪。爸爸，家里还有神兽？什么？神兽就在这里。这不是书房吗？怎么会有神兽呢？爸爸，神兽肯定就在这儿。好，我信你。奇怪，为什么我感觉不到它的气息了呢？爸爸，我找到神兽了。在哪儿？小财神，你居然能找到这里！这个神兽懂人言，修为不简单。貔貅雕像，这不是李敖带回来的吗？哥，我给你带了个好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招财貔貅，听过没有？
这可是我花了大关系才请过来的呢。你怎么信这东西？他能给我们顾家招纳四方之才，让生意啊火爆到不行。你放一边吧。好嘞。哥，我走了。顾里奥，看来你真想害顾家。这个神兽长时间吸收了顾家的财气，实力一定很强。小财神，你别想抓住我！小财神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金金，小心！这是什么怪物？爸爸，你退后！金金，爸爸，你相信我。好，小财神，我要吃了你！神兽归位，搞定。这就完事儿了？对啊，你不是说这个神兽很强吗？晶晶比他更强。好吧，看来是我担忧过多了。幸好认晶晶当女儿，又帮助顾家除掉了一个神兽。谢谢你，晶晶，你真是我的福宝。嘿嘿，你饿了？晶晶法力消耗太大了，要饿扁了。没事儿，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耶！妈，你不多休息一下？是啊，妈啊，你才刚大病初愈啊。没事儿，金金救了我之后啊，我身体呀倍儿棒。妈妈，我好饿。哎呦，这人哪儿去了？快给我孙女上菜呀！好香啊！那我要开动了。Ready go！ 碗都干穿了。哎呀，这孩子把这么多的饭菜都吃光了。我还饿。晶晶，你有这么饿吗？爸爸，还有菜吗？你还没吃饱？还差一点。哎呦，来，过来，上奶奶这儿来。以前的人呐，都说，吃的越多，本事就越大。奶奶，那晶晶也有本事吗？那当然了，金金有大本事啊！明渊，你明天带金金去公司吧。妈，你难道是想让晶晶？妈，你难道是想让晶晶？这孩子挺讨人喜欢的，我想培养他做下一任的继承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若兰，这件事儿你觉得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。妈，晶晶她救了你一命，她值得培养成顾氏继承人。奶奶，什么是继承人呀？继承人呐，就是晶晶以后可以赚很多的钱，是顾家的大姐大了。晶晶以后能赚很多钱，耶！这孩子贪财，好事儿，好事儿。来，你叫一声奶奶，我听听。奶奶，哎，这孩子叫的可真甜呐。顾总好。我宣布个事儿，这是我的女儿，
也是顾氏集团的继承人。金金，爸爸要开早会，你先在这里玩。啊？这好端端的，顾总怎么突然多出来个女儿啊？对啊，下一任继承人不是厉敖少爷吗？该不会是哪儿来的野种吧？小李，到，走。哇，这一定是爸爸为晶晶准备的棒棒糖。我的棒棒糖！小家伙，你就是顾总在外面生出来的小野种吧？大妈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叫我大妈？不叫你大妈，难道叫你小姐吗？你好一个尖牙利嘴的小野种啊！昨天厉敖少爷被打得下不了床，就是你这个小崽子害的吧？你们难道要欺负晶晶？欺负？我今天啊，是来教你该怎么做人。哎呦，你居然还敢躲！大妈，你确定要欺负晶晶吗？我今天啊，就要替厉敖少爷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小崽子，抓住他！哎呀！竟然还敢反抗啊！你想对我女儿做什么？顾总，顾总，您怎么来了呀？哇，爸爸好帅啊！金金，他们在欺负你吗？不是的，顾总，这都是个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好啊，我看你们真是嫌命长了。不是的，顾总，顾总，我知道错了，顾总。谁给你们的狗胆，敢欺负我顾明渊的女儿？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是顾厉敖安排进公司的吧？对，是，顾总，你们被辞退了。不是，顾总，别让我再看到你们，滚！金金，你没事吧？那当然，那几个大坏蛋伤不了我。以后公司里谁欺负你，跟我说。好的，爸爸。爸爸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爸爸，你们公司里有神兽，你看。这个是能够吸收四方气运的神兽。这不就是一条普通的锦鲤吗？不是。顾总，大事不好了！刚才公司的全球订单突然暴跌，损失惨重。什么？订单量之前不是很稳定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难道金金没有说错？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了专业团队调查这个事情。这东西谁放进公司的？这锦鲤啊，好像是厉敖少爷的。又是他啊！他说了，这个谁也不许动，否则的话开除。好啊，顾厉敖，又是你干的好事。爸爸，你们退后！这只锦鲤坏事做尽，鳞片都暗了。神兽归位！怎么没反应？金金，怎么了？爸爸，这只神兽很特别。
金金小姐，这不就是一个观赏鱼吗？它怎么能会是神兽啊？你什么都不懂。你愚蠢的小财神，凭你也想收服我啊？嘿！不好，爸爸有危险！不好，爸爸有危险！天罗罗，地广网，听我号令，转！哎呦，没有控制好方向。这井里怎么还喷水呢？晶晶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爸爸别怕，晶晶可以救他。小财神，我现在就灭了你！晶晶，小心！臭锦鲤，不许你欺负我爸爸！你们逃不掉的！暗影明出，土瑞生光，晶晶，你这……小财神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。神兽归位！搞定！搞定！爸爸，以后轻轻罩着你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那以后我可抱住你这大腿不放了。包在我身上。哎呀，顾总，您没受伤吧？这经理呢？已经被晶晶搞定了。哎呀，晶晶小姐呀，你可真是厉害呀！那当然了，晶晶可是我女儿。爸爸，顾总，是销售部的电话。开免提。哎，全球订单数据回升，涨势惊人，目前已经超出预期了。太好了，顾总，都是晶晶的功劳。爸爸，那你不打算奖励晶晶吗？你想吃点什么呢？晶晶想要好多好吃的。走，那爸爸就带你去吃大餐。好耶！晶晶最喜欢爸爸了。哎，顾总，今天的会议都给我推了。顾明渊，你的四周皆是我布下的杀局，这下你无路可逃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土豹神药、金蝉、貔貅、麒麟，我镇在顾家的4尊灵兽，居然都被那小树儿收服了。那可是我押上全部身家才求来的呀！该死的！该死的顾明渊，从哪儿找来这么个小妖怪？不行，我20年的布局，绝不能被这样一个凭空出现的小妖怪给打乱了。有了，10亿，帮我做掉顾家总裁顾明渊，还有他的女儿顾晶晶，越快越好。10日悬赏，目标顾明渊、顾晶晶，时限3日。顾明渊，这下就算是神仙来了，你也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哎呦，我去！该死的顾明渊，此仇不报，我顾里敖誓不为人！哎呦，里敖，你在跟谁说话呀？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！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让人给你炖了些滋补的鸡汤。哦，姐，从小到大还是你对我最好。妈怎
怎么下这么重的手？50棍，这要是落了病根，可怎么好？姐，你也别怪哥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呀，就是太懂事儿了，到现在这个时候还在替他们说话。我真的很羡慕金姐，她一来到顾家，就受到了所有人的喜欢。不像我，无论我做出多少努力，我始终都是一个外人。胡说！你就是顾家的孩子。来，这事儿你别管了，我来处理。真好喝。清朝貔貅锦鲤，李敖什么时候这么迷信了？他会发现什么了吗？等等，这只金蝉，进来吧，金蝉。难道是他？兰姐，既然你已经发现了我的秘密，那就别怪我动手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李敖，你！主人，顾若兰，你现在可是我的傀儡啊！用不了多久，整个顾家都是我的！好香啊！烤鸡、牛排还有汉堡，这些青青都要。都是你的。啊，慢点吃。哇，爸爸也吃。服务员，先生您好，有什么可以帮你？顾明远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。这个爷爷的气息好奇怪呀。可能是我搞错了吧。菜单上的都再来一份。先生，您不是都点过了吗？我去，这小孩这么能吃吗？我去，这小孩子这么能吃的吗？爸爸，晶晶还要吃10只烤鸡。什么？还有10只？没听到吗？赶紧给我女儿上菜。是。爸爸，这些菜都好好吃啊！晶晶要是喜欢，爸爸天天带你来。好耶！晶晶太幸福了。一个饭桶，一个女儿奴，弄死这2个蠢东西太简单了。你们父女俩就等着在黄泉路上相见吧。组织最新研发的绝命伞，少量致命，世上无解。哇，先生，你们的菜齐了。来，晶晶，趁热吃。10亿悬赏金就这么到手了。爸爸，你也吃。等等，爸爸不能吃。这鸡腿还少点番茄酱。小朋友，你喜欢吃番茄酱吗？姨，你快点给我挤吧。好。吃吧吃吧，吃完和你爸一起上路，快吃快吃！快吃快吃啊！我的姑奶奶又怎么了？
晶晶，怎么了？鸡腿好烫，晶晶要吹吹。来，我帮你。我要姨姨吹。好，我吹。这个小屁孩不会发现什么了吧？不可能的，肯定是我想多了。臭姨姨，你居然给我们下毒，天眼开！好在晶晶发现的及时，否则爸爸又吃坏肚子了。小朋友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姨姨嘴巴臭臭，晶晶不想吃了还是给姨姨吃吧。这个鸡腿不能吃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爸爸，这鸡腿有毒。有毒？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顾先生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完蛋了，他们不会发现是我下的毒吧？完蛋了，他们不会发现是我下的毒吧？叫你们经理过来。先生，这……爸爸，你别为难姨姨了，姨姨也是不小心的。他在帮我说话。晶晶不想吃烤鸡了，我们去吃海鲜大餐吧。海鲜？好，那爸爸这就带你去。机会难得，我必须想办法配合他们。先生，我们餐厅也有海鲜。那我们就在这儿吃吧。晶晶累，走不动了。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好，听晶晶的。晶晶想吃什么，尽管说吧。我要吃这么长的龙虾，还要吃腿和爸爸胳膊一样粗的帝王蟹，最后嘛，要比你大腿还粗的天然鳗鱼。什么？比大腿还粗的鳗鱼？好，晶晶想吃什么，爸爸都买给你。我没听错吧？这些巨型海鲜让我上哪儿找啊？姨姨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快去备菜呀！赶紧去。是，我马上去。臭小鬼，这次我不会放过你们了。您没听错，就是要1米长的龙虾，手臂那么粗蟹腿的帝王蟹，比我大腿还粗的鳗鱼。1米长的龙虾，你是打算扛着龙虾当枪使，还是指望它吓死人呢？老大，我保证海鲜一到，立马刺杀目标人物。若任务失败，你就是下一个清除目标。是。我要下世间最毒的毒药，让你们父女俩当场毙命！姨，我要喝水。该死的小鬼，还真把我当服务员使唤了。好嘞，我这就来。好家伙，这世上还真有这么长的龙虾啊！吃吧，等会吃不死你们！你们完蛋了！这可是我向组织贷款100万才买到的极品海鲜啊！只要拿下那对父女，悬赏金就到手了。人呢？我的活体赏金哪儿去了？我竟然栽在了一个小孩手里！顾菁菁，你死定了！晶晶，你今天是不是胃口不好？晶晶今天想吃家里的饭菜。好，回家我让我妈给你做好吃的。回家前一定要先派人检查饭店里的姨姨。你不是说不是她下的吗？那是晶晶的缓兵之计。好，爸爸会去调查的。
另外，从今天开始，晶晶就是爸爸的保镖了。那个姨姨很危险，如果稍不注意，咱们可能就会死在她的手中。那个女人真有晶晶说的那么恐怖吗？你请慢用。这个鸡腿不能吃。爸爸，相信我。不好，爸爸有危险，快刹车！顾明渊、顾晶晶，你们竟然敢耍我，害我白白损失100万。现在是时候送你们上路了。目标人物清楚 ，Over。不好，爸爸有危险！快刹车！气抵云门，冠襄阳，寒芒先至，金石为开，战！掉头！战！弹道逆转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搞定！什么？完了，我还不想死啊！臭小鬼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！晶晶，没受伤吧？爸爸，现在我们很危险，我们被杀手组织盯上了。杀手组织？难道是想杀我的人不少，但连我女儿都不放过的，到底是谁呢？爸爸，刚才真是吓坏晶晶了。来，多吃点。晶晶，爸爸去接个电话。爸爸你去吧，不用管我。我让你查的情况怎么样了？顾总，我们截获了天狼内部文件。天狼是全球最强的杀手组织，有人花10亿买您和晶晶小姐的命啊！10亿？看来是铁了心要害我顾家。你立刻组建一支保镖队，务必护住我女儿的安全，必须找到背后的始作俑者。活要见人，死我也要见到全尸。是，顾总。牛肉好吃，给爸爸吃。没人啊。鸡腿也好吃，也给爸爸。姑姑，你也想吃鸡腿吗？姑姑身上的气息不对劲。姑姑，你怎么了？晶晶，爸爸，姑姑好奇怪。大姐向来吃素，而且吃几口就饱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姐，爸爸，你让开，让晶晶来看看。姑姑头冒黑气，最近沾了不干净的东西。什么？天眼开！姑姑的肚子里藏着一只贪吃的小饕餮。饕餮？饕餮不仅会吸食财气，还是个顶级吃货，比晶晶还贪吃呢。难怪大姐饭量暴增，
平时厌恶的肉菜，也吃得津津有味。姑姑如果再这么吃下去，身体会出问题的。爸爸，你等着。小饕餮听令，赶紧从我姑姑的肚子里出来！我的法术失效了。芊芊，你闻起来更好吃。你先天灵玉，吃了你，我就可以万法可施了。芊芊是我女儿，不许伤害！滚！爸爸！臭饕餮，你竟然敢欺负爸爸！芊芊，爸爸，我来收拾他！以神为眼，以气为锁，震气破，碎三火，定！搞定啦！大姐，这是哪儿啊？这什么？还真是一只饕餮。姑姑别怕，就是他伤了你。姑姑，你还记得是谁把你变成这样的吗？是利奥。什么？顾了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爸爸，那个大坏蛋已经跑了。土宝神药、金蝉、貔貅和锦鲤，还有小饕餮。这是飞机上窃取我财运的灵兽。爸爸，就是他在害顾家。顾家对他这么好，他怎么下得去手？姑姑，你以后一定不要再轻易相信陌生人了。如果遇到危险，可以找青青帮你。谢谢你，芊芊。3日之内找出顾了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看来买凶灭口的人也是他。哇，顾总的女儿好可爱呀！好想惹啊！这眼睛像葡萄一样，也太甜了吧！哇塞，好萌啊！爸爸，我好像比你还受欢迎呢。爸爸现在要去开个会，你的任务是不准乱跑。青青收到。不错不错。嘿，嘿，虽然我已经解决那个女杀手，但爸爸还在刺杀名单上。臭小鬼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！危险还是没有解除。终于找到你们了。哎，小屁孩，这是你该待的地方吗？小朋友，你家长呢？我爸爸开会去了。哎呦，那你爸爸是哪个部门的呀？啊？
不知道这集团里狗和小孩不许入内吗？坏叔叔，你们这是在歧视萌物！哎，小屁孩，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，赶紧走！小鬼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？我的每一口饭可不是白吃的，哪像你，光吃饭不干活，吃成大饭桶！你个小屁孩，你说什么呢？李哥，他好像在挑衅你。小屁孩，你信不信我今天揍死你啊？来，你过来呀！来，你过来呀！怎么可能？我的脚跟断了呀！小屁孩，你偷袭我！哼，谁让你欺负小孩？好啊，我今天要不收拾你，我命就倒过来写。你愣着干什么？你上啊！你快上啊！还有谁？来，要不要？来，哎，这样，不要。老大，顾氏集团的保安都在这里。你们这儿谁是管事的？给我出来！你们这儿谁是管事的？给我出来！这哪来的小奶娃呀？这是，估计还在吃奶吧？哎呀，别说了！哎呀，别说了！李天陈豪，你们脸抽筋就去医院。就是啊，哎，你在那呲牙咧嘴的干什么？看着就晦气。这些人只会摸鱼犯懒，这样下去怎么保护爸爸的安全呢？要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打扰老子休息？哎，队长！哎呀，队长，你过来了。队长，他就是这里的老大。队长，就是这个小丫头在集团闹事啊！是啊，队长，他还打了我们。你看，你这脸是这小丫头打的？对，就是他打的，就是他。你这个废物，连个小丫头都打不过，让全队的脸往哪儿搁呀？你就是这里管事的。是我，怎么了？你要是不会管人，就别站着茅坑不拉屎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我们队长。顾氏集团不需要废物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顾氏集团不需要你这样的废物。今天非要把你给弄死！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还挑衅我！队长，您三思啊！是啊，这小丫头不简单。好，我今天就替你爹娘好好给你挤挤皮子。松开，给我松开！叔叔，你不会想欺负小孩吧？你动手打我呀，我保管不还手。我先让你这小娃娃过过手瘾。真的吗？我要是欺负你这么小的女孩，那还有天理吗？那我可要动手了。你要能伤到我一根汗毛，我就跪下来管你叫姑奶奶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当然，老子说话算话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来呀，你打我呀！怎么着，够不着啊？那我过来，蹲下来让你打。抓呀！队长！我去啊！这小娃娃什么来历啊？一拳就把咱们队长打吐血了！哎呦，队长，我早说过这孩子不简单呐！叔叔，你还想教训我吗？都滚开！队长，队长不能上啊！队长不能上啊！队长不要啊！队长，回来啊！队长，不要啊！队长，队长。姑奶奶，你还
他是我们铁骨铮铮的队长吗？我呸！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我没把队伍带好，还请姑奶奶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。所有人，正步走！1、2、1、2，立定，向右转。所有人都听从我姑奶奶的指挥，敬礼。所有人向右转，正步走。我去啊，这队伍走的也太整齐了吧！这水准都能参加阅兵了。向后转，正步走。哈，这小宝宝也太可爱了吧！ 1、2、1，所有人向右转，快和漂亮姐姐们敬礼。向左转，敬礼。你看，小宝宝，我们给你拍几张吧。还好呀。欢迎漂亮姐姐们入职故事集团，这里有很多帅哥啊！连保安都这么帅，入职不亏啊！我也要加入，我也要加入，我也要加入。小宝宝，我们再拍几张吧。不好，有杀气！过来，姑奶奶，您说。你们先练着，我需要上去一趟。您这是去？大人的事你别管。是。姑奶奶慢走，姑奶奶慢走。那个坏蛋身上的气息不简单，不好，爸爸有危险！爸爸的办公室在顶层，我必须先一步赶到。乾坤在握，不凡尘，说。这个臭坏蛋果然是来伤害爸爸的。金金，是你吗？你是谁？顾明渊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金金，臭坏蛋，不许你欺负我爸爸！金金，你别过来！哼，臭小孩，我看你是嫌命长，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只要灭了你们，事业的悬赏金就是我的了。大坏蛋，金金才不怕你呢！爸爸，有我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快上来！立定！这是3S 级危险，最高危险等级。不好，总裁有危险！全员听令，即刻启动1级响应，出发！那你们父女俩一起上路吧。气贯金蛇，锋芒，去！小饕餮，做一臂之力！去死吧！好吃，真好吃！这怎么可能？他全吃了！金金，你没受伤吧？爸爸，我感觉更有力量了呢。好了，现在轮到我动手了。Lady Go！ 好的！
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！谁让你欺负我爸爸？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快说！你们妄想！爸爸别怕，晶晶会真言术。真言术？真言律令，心扉洞开，晶晶令你尽吐实言。臭小鬼，你要对我做什么？快说，到底是谁派你来的？我死也不会告诉你们的。委托人姓顾，他用10亿下单，让天狼组织刺杀你们。爸爸，姓顾，难道是？10亿悬赏金，果然是他。顾总，顾总，我们来救你了！杀手呢？杀手在哪儿？顾总，顾总，我们来救你了！杀手呢？杀手在哪儿？顾奶奶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参见顾奶奶。姑奶奶，这小丫头什么时候成他们的老大了？你们是骑乌龟来的吗？这么慢，就你们这速度，以后怎么保护我爸爸？是，属下知道错了。爸爸。顾总，属下有眼无珠，没有认出小姐。行了，把这人拖下去，处理干净。至于顾里敖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爸爸，晶晶可以找到他。你知道？晶晶只需要掐指一算就能找到他。子午卯酉归公正，辰戌丑未四方旬。爸爸，晶晶找到他啦！爸爸，晶晶找到他啦！在哪儿？顾里敖屡次伤害顾家人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爸爸，你别急，让晶晶来看看。天眼看！不要找！不要找我！别找我！别找我！喂，顾少爷，您终于肯接我电话了。事解决了吗？解决他不难，限你3日把8亿的尾款结清。你，否则你10点钟方向的狙击手会准时取你狗命。爸爸，他在一个很黑的地方。你是说你看到他了？爸爸，你不用出手了。3日内，他自然会回到顾家。什么？这就叫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你的意思是？爸爸，你放心，他离开了顾家，啥也不是。顾总，进。顾总，下午的慈善拍卖会，龙家老爷子也会前往。我知道了，龙氏集团的合作权，我必须想办法拿下。爸爸，拍卖会是干什么的呀？能吃吗？你呀，就知道吃好吃的。不止哦。那你说还有什么？当然是爸爸啦。那晶晶想去吗？拜托拜托。行，那爸爸就带你去。好耶！去拍卖会啦！我这是眼花了，顾总这座冰山被这小奶娃萌化了。各位宾客，请看本场宴会的第1件产品，起拍价800万元，请诸位落锤成交。财神巡游图，作者不详。这又不是大师的名画，谁会买啊？谁会买啊？好，很好，特别好，这是好东西啊！哈，居然没人要。晶晶，你说什么？爸爸，晶晶喜欢这个，我们就买这个吧。我们就买这个吧。这个，哎呀，这个确实是不错啊，是吧？晶晶，
这东西不值钱，你要是喜欢，爸爸给你买更好的。爸爸，你就买给我嘛。好，800万。耶！800万，顾总真是丑女儿啊！800万说买就买，真是大手笔啊！顾家家产再多，也不能这样挥霍吧？800万一次，800万2次，80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！这幅财神巡游图由顾先生拍得。有请鉴宝大师现场鉴定。顾总这回真是要血亏了。等等，真迹呀！这幅财神出游图，从画风、款式到印件，皆与明代的朱询的画作吻合呀。您的意思是？我断定，此画为朱询的真迹，无疑。真迹啊！此画竟出自明代，真迹啊！市场估值在5000万以上，恭喜顾先生！爸爸，晶晶眼光不错吧？请看第2件拍品，请诸位落锤成交。大人才做选择，我是小孩，我全都要了。哇，哎呦，这小孩哇，哎，全都要了。恭喜顾先生，恭喜顾先生拍得藏品。好啊！哎呀，这小家伙有魄力，顾家的未来可期呀！好吃，真好吃。晶晶，慢点吃，别噎着。爸爸，我替你尝过了，这个是最好吃的。哎呀，恭喜你啊，景渊呐！龙老爷子，您老别来无恙。对了，这是你闺女。晶晶，来，叫爷爷。爷爷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你这孩子有眼光，慧眼识珠啊！爸爸，这个爷爷头上有好多黑气啊。他呀，怕是要倒大霉了。小朋友，你这怎么说话呢？龙老爷子，童言无忌。爸爸，晶晶没有说谎。爷爷，你的确是要倒大霉了。你这是小奶娃，你这……爷爷，龙家最近是不是风波不断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事儿绝不可能传出去啊！晶晶，别乱说。不，让他说。那我说啦。爷爷，是你家里出问题了。我家里？这，晶晶，你帮爷爷看看。包在晶晶身上。天眼开。这里不对劲。不超3年，龙家家业闭口。难怪集团最近的现金流周转不灵，我还一直以为是市场波动导致的。爷爷，你快带我们进去吧。晶晶，如果你能帮龙家破了此局，那龙某必有厚礼酬谢。你是要给晶晶好多小钱钱吗？没想到你还是个小财迷呀！好，晶晶，你想要什么，爷爷都满足你。好耶！此地生机断绝，布下此局的人肯定恨透了龙家。王叔，这……爸，这位是顾明渊，这是我女儿晶晶。漂亮姐姐好。龙老爷子，在下乃是天山掌门。王叔，谁让你把外人带到家里来的？爸，最近公司亏损严重，这是我花重金请来的高人。老爷子，事情交给我，您就操心吧。什么？
您尽管放心吧。高人，请。哎呀，这能行吗？小孩儿，别在这里碍事，走开！你说什么？你也罢，今日为龙家破局，便破例允许你们在旁静观，但切记多看，少言，莫惊。今天你们运气好，能看到真手段。爸爸，他就是个江湖骗子。你怎么知道？是金子是石头，晶晶一眼就能看出来。高人，我龙家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问题就出在这块石碑上。什么？这石碑乃是破财之格，轻则投资失利，周转不灵；重则倾家荡产，债台高筑。高人要是能破了此局，龙家必有重金感谢。不急，等我破了此局，咱们再谈酬金不迟。那具体该怎么做呢？说来也简单，只要把这石碑给推了，我确保龙家诸事皆平。这可是记载着龙家兴衰的石碑呀，不能推，不能推！龙小姐，如果不推的话，恐衰事绵绵呐。爸，这就是块石碑。你给我住嘴！为了龙家，您就推了吧。哎呀，爷爷，我劝你最好现在叫停。你说什么？碑倒则根断，龙家千年气数，顷刻散尽。你是怎么知道龙家传承了1000年？小屁孩，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！这石碑我说推就得推。就是，高人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快显灵！他开始搞事情了。急急如律令。爸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，爸？高人，我爸他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吐血了？这不应该呀！大坏蛋，你煞费苦心，就让我们看这个。就这，今天真是让我开眼了。你说什么呢？高人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我们龙家可全都靠你了。漂亮姐姐，你这是想让龙家血脉彻底断绝吗？小屁孩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再出声，龙家就出大事了。你给我闭嘴！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爸爸，他欺负我。你跟谁说话呢？立刻向他道歉。你，高人，你就别理他们了，你快点想办法救救我爸爸。我再试试啊。爸爸，你等着看他搞砸一切吧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快显灵，急急如律令。哦，日月星，三光阴，五大神行，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漂亮姐姐，爷爷不会出事了吧？小屁孩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老爷子只是暂时昏倒而已。高人，快想办法救救我爸呀！快！没气了，老爷子没气了。什么？爸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吧！高人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求求你了，救救我爸！求求你了，你快想想办法！小朋友，
你刚才就发现这块石碑是龙家的根基，对不对？求求你，救救龙家了！他，龙小姐，这小孩子的实力恐怕在我之上啊。让我帮忙也可以，但好处在哪儿呢？只要你愿意出手，顾家所有的事情，龙家全部都保了，全部都保了。月亮姐姐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哼，那我试试吧。元阳守正，气血为引。难道这是天命重凝上？你醒了，你没事了吧？搞定！快起来，妈，你终于醒了。刚才发生了什么呀？刚才你昏死过去，那个小朋友救了你。晶晶，谢谢你呀！小事小事，不用谢。小朋友，请问你出自何门呢？我自成一派。请问你能收我为徒吗？你太笨了，不收。晶晶小朋友，我求你救救龙家吧！明渊，看在我与顾家的旧情上，你帮我劝劝晶晶吧。晶晶，你想吗？只要你愿意帮忙，你想要什么爷爷都给你买。真的吗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家脉所尽，纵坐拥金山银海，也必散作流水浮云啊！晶晶，你能看出问题所在吗？哎呦，这得记下呀！这都是知识点呐。爷爷，龙家的问题所在都是因为他。晶晶，你没跟爷爷开玩笑吧？晶晶，开始吧。你们看好了。神兽归位。白虎，我令你立刻现出原形。神兽归位。晶晶又收获了一只凡间作恶的神兽啦！哎呦，晶晶啊，你简直是太厉害了啊！老爷，属下有要事，继续向您汇报。说，集团顾家，顾家怎么了？说呀，单日暴涨了9.98%，目前市值突破了1000亿啊！太好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太好了呀！你就是我龙家的小福星啊！晶晶啊，你就是我龙家的小福星啊！来，哎呦，真是个千金啊！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龙霸天的孙女儿，在这座城里边，你永远可以横着走。好耶！晶晶有金主爷爷啦！明渊，按照我们以前说好的，龙氏集团所有核心项目的最优资源，
都将优先于你们顾家。顾家和龙氏集团将达成永久的战略性合作。老爷子，顾家必不负所托。好。爸爸，晶晶一定会永远罩着你的。哟，好好。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爸爸，你看，是那个大坏蛋回来了。哥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明渊，你回来了。顾了，你处心积虑伤害顾家，怎么还有脸回来？哥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大坏蛋，或许你在靠近姑姑和奶奶。哥，我知道错了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滚！哥，姐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，现在只有顾家能救我。姐，你说句话呀！大坏蛋，你就是这样求人的吗？我知道了，我错了，我是混蛋，我不是东西，我狼心狗肺。爸爸，没想到这个大坏蛋对自己下手也这么狠。对比顾家受到的伤害，这根本算不上什么。我不是人，我该死！别打了，哥，只要你能消气，你打死我都行。好，你既然求到我这份上了，来人，在，把他拖下去，重打80棍。是。哇，爸爸好有魄力呀！明渊啊，他在外面吃尽了苦头啊。是，就在这儿打。让晶晶来帮帮忙。哎呦！哎呀，明渊，别打你弟弟了！妈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该的。明渊，你弟弟也是无辜的，他是受人蛊惑才做了错事。奶奶，他是无辜的，那我和爸爸呢？金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和爸爸抢奶奶就算了，他还想把爸爸置之死地。啊！上一次的飞机根本不是意外，是他派人动的手脚。要不是金金，我现在根本不可能坐在这儿。爸爸，你放心，晶晶会永远保护你的。李敖，金金说的是真的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妈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们别白费力气了，事后我早就斩草除根了。明渊，是不是误会啊？是不是误会？你们看了就知道了。金金，奶奶，你们看好了。难道他们手里只有我的把柄？让顾明渊的飞机坠机，都给我下手狠些。是。李敖，你……妈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些视频是伪造的，这些视频都是伪造的，妈，你不能相信一个外人说的话呀！晶晶才不是外人，晶晶是奶奶的小心肝。
奶奶，她欺负我。金金救过我的命，她永远是我的亲孙女儿。大坏蛋，你做的每一件坏事，青青都有证据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们怎么可能会有证据？顾家待你如己出，你竟然在背后下死手啊！没有，妈，没有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啊，养了你这么一个孽子啊！奶奶，不哭。了，难道顾家对你不够好吗？那些视频，是他找人伪造的。妈，姐，你们要相信我，相信我。奶奶，不哭了，奶奶不生气了。古立豪，你还真是执迷不悟。来人，将二少爷雇凶买命的罪证拿上来。是。10亿，帮我除掉顾氏总裁顾明渊，还有他的女儿顾晶晶，越快越好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为了除掉你哥，你竟然不惜消耗了10亿呀！难道你回来是为了钱？不是的，大坏蛋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否则晶晶亲自收拾你。妈，我错了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，妈！住口！列祖列宗在上，逆子顾立敖，从今日起永除族谱。不要，妈！从今日起，你的生死荣辱与顾家没有任何瓜葛。姐，你最疼我的姐，姐。我顾若兰没有你这样的弟弟。顾立敖，你的报应来了。不可能！顾立敖，你因涉嫌故意杀人罪，现依法对你执行逮捕。我没有杀人！我不要进监狱！我不要！顾明渊，你给我等着！我要让整个顾家都给我陪葬！老实点，走！天道好轮回，大坏蛋，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下雨了，我去，这是鸟屎！这肯定是顾晶晶搞的鬼！顾家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走。救命啊！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
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要出去！我要出去！来，金金，吃块牛肉。金金，奶奶给你加一块鱼。晶晶，喝点汤。谢谢爸爸、奶奶、姑姑，晶晶太幸福了。晶晶，你收回7只神兽，是时候离开顾家了。晶晶喜欢爸爸，晶晶不要走。那可不行。金金，做噩梦了。你不是最厉害的金金吗？傻孩子，梦里都是假的。爸爸，晶晶不要离开你，爸爸。不会的，金金永远是我的女儿。快睡吧，明天爸爸带你去置办年货，咱们家开开心心的过个新年。小财神，鉴于你表现优异，准你留在顾家，别只顾贪玩，工作不能丢了。这孩子。哇，好香啊！有虾饺、烧麦、叉烧包。醒了，来，快吃早餐。好，爸爸，早上好。我们今天还要去买年货吗？今天不用出门，我让管家把年货全拿给你，任你挑选。哎，年货到！来，快请进，买好了啊！来。哇，这个，金元宝巧克力，还有这个会发光的招财像，这些晶晶都要。小小姐真有眼光，这些都是我们今年的新品。爸爸，这铁疙瘩不对劲。爸爸，这铁疙瘩不对劲。怎么了？他身上有一股奇怪的气息，难道是被年兽附体了？天眼开！没有年兽呀，只有一堆铁片片和亮晶晶的小石头。傻孩子啊，这是机器人，里面是电路和芯片，不是年兽。啊，机器人？可是他身体里有一股流动的气息。就像你的法术需要灵力，他们需要电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哈哈，晶晶搞错了。
呦，这一大早晨就这么热闹啊！奶奶早上好，晶晶给您拜个早年，祝奶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越来越年轻。哎呦，好，谢谢宝贝儿。这是送给奶奶的大元宝。奶奶送给你一个压岁钱，祝我孙女儿啊天天快乐，快快长大。谢谢奶奶，祝奶奶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好，这是姑姑给你的，这是爸爸给你的。哇，谢谢爸爸姑姑，祝你们年年有余，日进斗金。哎呦，我代表机器人也祝你们新年快乐。哎呦，真可爱，真可爱呢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机器人也想要。小财神开路，金银速速来！晶晶祝大家新年财福双全，红月滚滚来！红月滚滚来！